越南西貢市喺19世紀末及20世紀初已經有唔少華僑團體移居到此生活，佢哋集中喺西貢河嘅兩岸街道。冇幾耐，佢哋使到堤岸、西貢、嘉定地區成為越南繁華嘅商業中心。由於商業發展促進經濟、文化發展嘅條件，可以睇到華文學校相繼建立。隔離仲有一些歷史悠久嘅古寺、古廟。而喺宗教方面，直至1855年先至有一座特別俾華人參彌撒嘅聖堂，但亦都被搬咗好幾次。終於喺1900年，一座為華人服務嘅聖堂正式建立，設於25號水兵街，即而家25號學樂街。對於住喺西貢、嘉定地區嘅教友來講，每主日去參彌撒路途比較遠。喺1952年，一位法國神父名叫羅拔里白，念及一啲越籍華裔住喺西貢中心區，約有20至30人嘅牧靈需要，因此已向一位商人名安南租一所房屋作為活動中心處，同這些越籍華人教友聯絡。1955年，信教人數漸多，所以必要建立咗和平之後堂區信友團體。1957年，西貢西滿和善主教正式祝聖這房屋為信眾祈禱之所會所。1958年，以250萬元粵幣買斷港居作這座房屋，自此華人信友多咗一所聖堂欽崇天主。天主永遠是仁慈及尊信的牧者，從來沒有遺棄他的子民。無論你是屬於任何種族的人，這句話無錯的。1959年，鄭洪志神父屬北京教區，從法國離行來越南，獲委任首屆和平之後堂主任司鐸，屬主教府教核。接着鄭神父設立聖喬治華文小學。1960年，和平之後堂1樓成為首批華人修生嘅暫居所，由張志仁神父。1963年，當嘉祿華人小修院落成，才遷移回富林。根據西貢主教府年鑑，1958至1960年，和平堂亦未算是聖堂，而只是個小聖堂。那時聖堂有2位神父，約有300教友。1960年，西滿和善主教在本堂晉升一位新神父，叫做羅仁耀。1971年，重修聖堂正面，即現時聖堂嘅建築外貌。同年，主任神父擴充喬治華文小學。1975年，越南國家統一，鄭神父返回台灣，主教府派嚟神父，原本方濟各堂主任司鐸，並兼任和平堂父。喬治小學交由政府接管，改名為第2間開明學校。
現在麗宮橋街15號。聖堂面積被割入，範圍縮小好多，冇兒童玩樂之操場，樓上只剩2個房間給2位神父，2間教室教道理之用，冇正式嘅洗手間及廚房。聖堂嘅第1樓及第2樓是開明學校嘅教室，彌撒時間、道理班上課及各項活動，常受到學校噪聲嘅騷擾。1976年，黎神父回香港接任海星堂主任司鐸，主教府派王柱權神父原本方濟各堂主任司鐸，再兼任和平之後堂主任司鐸。1978年，王柱權神父牧民工作受阻擋，總主教府委任阮太和司鐸負責和平之後堂主任司鐸。1979年，總主教府曾派遣2位華人修士，即黃寶如修士及陳能光修士，代替辭職嘅江豪正修士看管堂區。那時期，華人教友約350人，而越南教友已超越100名。由1980、1984至1987數年間，聖堂擴闊3倍，每台彌撒約可容500人，每主日共有3台彌撒，2台給越南教友，上午6點30分及下午6時正，及1台給華人教友，上午7點30分。1989年，聖方濟黎文樂司鐸回堂區長駐，並協助主任司鐸負責越南教友事務，直至1991年3月29日，黎神父獲委任到第3群保祿教堂當主任司鐸為止。因阮神父主任司鐸同時要負責和平之後堂及法地瑪聖母2堂區協力不接。1990年，牧民需要瑪利亞黎燈影司鐸到教堂暫居，以協助主任司鐸。由1979年服務堂區嘅黃寶如修士喺1995年5月27日已獲晉鐸，同年8月28日，胡志明市總主教推舉新司鐸多默黃寶如當和平之後堂主任司鐸。喺1995年9月30日，喺多默鄧傳志總鐸及眾多華粵教友見證之下，就任本堂主任司鐸職禮儀。和平之後堂經過多年來遇到不少波折升沉轉變，直到2004年，不僅只是華裔嘅聖堂，而是擴展到成為所有越南教友嘅堂區。而其他堂區一樣，和平之後堂亦擁有它嘅區域同地位，按照聖教法定規例。各位教友，各位觀顧到呢座建築物，就係喺好耐以前嘅西貢出名嘅港區大樓啦。一踏入聖堂，我哋將見到
裝飾古色古香嘅祭台，同埋喺牆壁上留下個壁畫，好古老嘅壁畫。呢度就係聖母山啦。呢處就係聖體櫃。